搁再来看到高雄旗山办这场山地挑战比赛，请几落10个选手做伙来参加。其中上届特别的，就是这个今年这2岁囡仔兄，和老爸老母做伙组队，规家伙啊头尾拢总走18公里，会当讲是英雄出少年。 听到开始的信号，所有的选手就拢爬起来穿装备，准备要开始越野挑战比赛。不过内底哪有一个真细汉的囡仔，足兄目的。加油！你是我们的小队长。这2岁姓黎的弟弟，甲爸爸妈妈做伙来挑战。虽然也阁真细汉，不过不管是爬山，还是撩过土沙水，无一项可以会到。 来，还你把水推。妈妈抓着。用要6点钟的时间，因一家3个人才总算甲18公里的比赛走完，登去终点，大家拢为因拍破啊！很棒，超刺激，好玩极了，让他体验一下，感受不同的人生。 主办单位将高雄或世界特别的地形，加上附近山区的环境，来规划比赛路线。唔那参加比赛选手拢讲赞，真侪家长嘛专工带囡仔做回来体验越野比赛，拢算甲足欢喜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